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19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端荣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感谢赞美主，在这美好的清晨，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主您的话语。透过陈牧师的讲解，让我们更明白圣经的道理。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心门，帮助我们灵命成长，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在昨天的撒母耳记上的17章到第8章的前5节，让我们看见，非利士人派出了加特人歌利亚。那歌利亚的意思就是，光彩灿烂。那让整个以色列，不仅是让以色列，主要是让扫罗高人一等的扫罗都吓破胆。那所以40天不敢上战场。那大卫为了替他的爸爸还有送哥哥送餐送饼干送奶酪，意外成为这场战争的主角。那也看见圣灵在大卫身上的动工，让大卫大发热心。他有口才，那他有谋略，那他对上帝有信心，所以他也成为在这场战争脱颖而出得胜的关键。大卫从原来放羊的孩子，不被哥哥尊重，那不被父家看重的一个小朋友，那成为以色列军队的指挥官，或是在所有的军人之上。那这都是只有在一天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一天还没有结束，那这一天后面所继续发生的事。那我们请端荣执事带我们来读18章的第6节到第9节。第6节，大卫杀死了歌利亚后，军队凯旋归来，以色列各城镇的妇女都出来迎接扫罗王，他们兴高采烈地唱歌、跳舞、击鼓、弹琴，他们边跳边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不喜欢这歌，气愤愤地说：他们给大卫万万，只给我千千，只差没捧他做王罢了。从那天起，扫罗妒忌大卫。以上。好，谢谢。那在这一天，大卫打败歌利亚，好，那非利士人也并没有乖乖的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奴隶啊，都各自奔逃。但是大卫砍了歌利亚的头，好，然后把他的头带到耶路撒冷，然后把歌利亚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那么后面会继续看到歌利亚的刀也被保留下来。好，那歌利亚有配刀，那歌利亚的那个枪就是那个有毛的长毛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毛的头金属的部分呢就重达7公斤哦。那所以他的装备是非常的特殊。但是呢回来时候呢，妇女们都从以色列的各城镇出来迎接扫罗。好，那这里是写迎接扫罗，所以扫罗还是他们眼中的王，还是他们眼中的领袖。但是他们唱的一首歌呢，那歌本来对扫罗来讲，音乐对扫罗来讲是有治疗，就是在从15章到16章，后来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就有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搅扰他。好，那扫罗是靠着音乐来让这些邪灵对他的攻击惊吓能够暂时的离开。那但是现在这个音乐呢加上了歌词，那歌词是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那如果以歌词的内容来看，或是这是一首就是一首对仗的诗歌。那这种对仗的诗歌就是在讲到扫罗王，好，那也在讲到大卫。那千千和万万虽然是一个比较，但是这个照这个写这个文字来用的是个对仗，意思就是说扫罗跟大卫两个人都杀死了千千万万。好，那毕竟大卫到底杀死几个？大卫只有杀死一个。好，那扫罗杀死多少人？扫罗杀的可多了，光前面有6个国家，好，那亚玛力，好，那这些的战役是非常的多。那所以千千万万就是指形容很多。好，那当然是扫罗先，好，那大卫也解救了以色列，好，救他们脱离40天来的极大的恐惧。但是呢，这个歌词呢却引起扫罗里面的这个神经的这个敏感的神经所以扫罗不喜欢这话，和本是说这话，现代中文译本说不喜欢这歌。好，那应该不是音乐的问题，是歌词的问题。这歌词里面的用法呢，好，让扫罗他的这里面的一根神经这是很不对劲。好，那这根神经就严重的发作，好，严重发作到整个扫罗后来撒母耳记上结束扫罗死掉，这个毛病都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所以第9节说，从这日起，扫罗就敌视大卫。好，那这敌视，现在做一本说就妒忌大卫就妒忌大卫。好，扫罗心里面想说，他们给大卫万万，好，只给我千千，那只差没有捧他做王好，那后面这句话就是扫罗心里面的话。其实扫罗的这个神经也不是没有原因，因为在第15章，这个15章撒母耳对扫罗说，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肪，悖逆跟顽梗这些都是因为扫罗厌弃，所以撒母耳还对扫罗说，神要使以色列国跟你断绝，把这国赐给另一个比你更好的人所以是在15章的28节，所以在扫罗的心中就种下了一个害怕，他害怕有人比他更好，害怕他的国被交在别人的手中，害怕他自己从上帝得来的这个王位、权位、地位，都被上帝所收回去所以他非常极度的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也是扫罗除了邪灵，还有他自己在内心或是性格上，或是他自己对于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他没有认真的去探究，没有认真的去面对只有解决当下眼前却没有回顾所造成一连串的连锁的反应我们可以说就是苦毒在作祟。好，接着再请端荣姐带我们读第10节到16节。第10节，第2天有邪灵从上帝那里来，控制着扫罗，他就像疯子一样在屋子里胡言乱语。大卫跟往常一样弹着竖琴，扫罗握住一把矛，自言自语，我要把它砸在墙上，就对准大卫直去，直了2次，但大卫每次都躲开了。扫罗怕大卫，因为上主与大卫同在，却离弃他，因此扫罗打发大卫，派他指挥一支1000人的队伍。大卫率领部下出入战场，所向无敌，因为上主与他同在。扫罗看见大卫事事成功，就更加怕他。但是全以色列和犹大的人民都爱戴大卫，因为他是一个卓越的领袖。以上。那所以在从那一天开始，那又讲到这个从神来的邪灵就抓住扫罗，所以这个很像在看约伯记，这个撒旦他怎么样逮到机会，可以长期的住在人的心中，那霸占人的生命，就是要来偷窃、杀害和毁坏那这个撒旦就是要来毁坏扫罗的生命，那所以扫罗他惧怕大卫那再从这个邪灵呢，让
让扫罗胡言乱语。好，胡言乱语的意思呢是说预言了。好，其实当扫罗第一次被撒母耳膏，好，然后上帝更新他的心，那天他就像先知一样受感说话说预言。但是他现在的预言呢，变成是胡言乱语啊，不是在说上帝的作为啊，他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上帝的作为或不是上帝的作为。那这里讲到大卫像往常一样弹着竖琴，所以我们前面有提到大卫是从16章就被找来弹琴，但是他虽然一方面帮扫罗拿兵器，一方面帮扫罗拿弹琴，可是扫罗对旁边这个人呢，好像视而不见，连大卫怎么样来要上战场去打歌利亚，以及大卫最后打赢歌利亚回来之后，扫罗跟他好像是陌生人的关系啊，所以也可见扫罗一直没有把大卫看在眼里啊，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属下。那但是当大卫弹琴呢，这下这个连大卫弹琴也没有办法赶走这个邪灵了，只能够让扫罗更加的疯狂。所以谈到这个扫罗把他的枪，好，那这里枪呢是指他的矛，就是他的这个武器军器。那前面有说在以色列军队当中只有扫罗和约拿单2个人父子有这个铁做的武器啊，所以连这贵重的武器呢他都直向大卫，意思就是我要把他扎在墙上啊，他意思就是要大卫死啊。现在他认识了大卫，那这个大卫呢对他来讲又很重要啊，所以扫罗陷在一个很痛苦的矛盾当中。他很希望大卫消失，但是又不能没有大卫，而且大卫除去他40天的害怕恐惧，但是这个40天对歌利亚的害怕恐惧除去之后呢，给他一个更大的害怕和恐惧好，就是到他离世的那一天，好，那就是其实这个害怕恐惧不是大卫给他，是邪灵，还有一方面是扫罗自己，那他在他过去的过犯当中没有彻底的去认罪，没有彻底的去检讨自己，好，所以衍生所造成的。好，12节就讲到扫罗惧怕大卫，前面第9节是扫罗就嫉妒大卫，那从嫉妒呢就变成了害怕。那害怕的原因这里也提到是因为上主与大卫同在，那上主离开了扫罗，好，所以扫罗他看出撒母耳说的话正一一的来发生了。好，那这对扫罗来讲也是一个折磨。好，所以13节，因此扫罗打发大卫，好，那就是想要叫大卫离开自己，并且派他做千夫长。好，所以前面大卫做军队的指挥官，可能是在提升他的军阶。那但是现在扫罗让大卫呢做千夫长，好，让他出去带兵。那他的用意呢，也是希望他去多上战场好，可以早一点死在战场上。好，那这个大卫后来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好，来陷害了乌利亚。那但是14节，当扫罗这样做，可是上帝与大卫同在，所以大卫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精明了，那和现在做一本说都成功，所以反而大卫呢越做越顺利，扫罗呢只要不做还好，一做呢就给自己添麻烦，好，那所以2个人的对照和对比就越来越加的明显，而这个事情扫罗又看见了，所以扫罗心中有恨，对他所恨的人，他就越用放大镜来看他，好，所以即便他在外面，但是扫罗一心都是想着大卫，所以也发现大卫在外面所做的事情都精明都成功，就更加怕他，好，所以现在这个怕呢是从加叠上去的，好，所以这个怕已经超过对歌利亚的怕，好，怕歌利亚怕40天，好，现在怕大卫呢却是怕一辈子。那16节，但是全以色列和犹大众人，这里还特别提到以色列和犹大，好，那犹大呢是大卫的支派，好，那以色列呢是所有的支派，好，那都爱大卫，好，因为大卫是一个卓越的领袖所以这个翻译很好，和本是说大卫领他们出路，好，那带领他们就是不论是打仗也好，
是带领他们做王所交办的事情。那大卫都办的让百姓都能够满意，而且让扫罗也没有话可以说。好，那接着再请端荣姐带我们来读第17节到22节。17节，扫罗对大卫说：“我要把我的大女儿米拉嫁给你，条件是你要做一个勇敢的军人，忠心地服侍我，为上主打仗。”其实扫罗想借非利士人的刀杀死大卫，用不着亲自下手。大卫回答：“我是谁？我的家族算什么？我哪里配做王的女婿？”到了米拉应该跟大卫成婚的时候，扫罗却把她嫁给米和拉人亚得列。但是扫罗另一个女儿米甲爱上了大卫，扫罗知道了这件事，很高兴，心里想：我要把米甲嫁给大卫，用她做圈套，大卫就会死在非利士人手里。因此扫罗第二次对大卫说：“你要做我的女婿。”他又吩咐左右私下去对大卫说：“王很欣赏你，他的臣仆也都喜欢你，你娶他的女儿正是时候。”以上。好，那么刚才说扫罗多做多错大卫是这个越多的磨练却越让他越成功，越蒙福所以两个强烈的对照。现在扫罗呢又想出了一个计谋那他让大卫当千夫长害不了他，现在他要让用就是说要把大女儿米拉来嫁给大卫那米拉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扫罗至少有2个老婆，那他的父亲是基士，那还有3个儿子，约拿单应该是老大，那后面有4个儿子2个女儿，那虽然没有提到他们的这个母亲的部分，但是这里有看到米拉和米甲，米拉是姐姐，米甲是妹妹。那扫罗好像是在回应他前面对人所说的，若有人能够杀死歌利亚，就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现在扫罗好像要来兑现他的支票，但是他却用这一句话呢，就是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害他。所以只要他说只要你忠心的服侍我，为上主打仗所以他就是要给大卫更多的战争上面的任务，战场上面的任务然后说表面上说要把女儿嫁给他其实要他出去打更多的仗。但是大卫的反应呢，18节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算什么？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所以我们也看见大卫是非常的有口才好，那他真的谦卑或是嘴上的谦卑，那都让人听起来觉得他是没有可圈可点。但是扫罗呢却是要用羞辱大卫的方式到了应该要嫁给大卫的时候可能从订婚到结婚，扫罗却又把她嫁给了米和拉人亚得列亚得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群众所以这个姐姐呢就先嫁给别人，那所以这有一点算是在羞辱大卫。但是我们也看到撒母耳记下的21章撒母耳记下21章是讲到在大卫的年间发生饥荒，那饥荒的时候去求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才知道说扫罗的时代是这个苦代的畸变人，所以畸变人要复仇，那所以他们要求交出扫罗的后代那所以米拉呢被交出来，还有米拉有跟亚得列有5个儿子也被交出来所以畸变人就处死他们，把他们挂在城门上才让那个饥荒止住。好，那这个是到了撒母耳记下21章的记载。好，那但是大卫虽然被放鸽子那他在这个婚姻上面被人家骗婚，可是这里没有看到大卫有任何的不满反倒是另外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是出乎扫罗意外
好，没想到呢，这个米拉的妹妹米甲呢，却爱上了大卫啊，所以就有人告诉扫罗说，他的妹妹爱上大卫，现在扫罗呢又想了另外一个计谋，好，就是他让大卫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好，那一直死不了，好，现在呢他直接出一道难题，好，既然米甲爱大卫，好，那大卫呢，好，说他要把米甲嫁给大卫，再做一个圈套。这次这个圈套呢，好，就是要下手更重啊，好，所以这里也说扫罗第二次对大卫说做他的女婿，好，甚至还叫人去传话，说王很欣赏你，他的臣仆也喜欢你，好，你娶他的女儿正是时候啊。好，那我们再请端荣姐带我们读23到25节。23节，王的左右把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回答，做王的女婿是一件极大的荣誉，像我这样贫穷卑微的人，哪里配得这样的殊荣？臣仆把大卫的话回奏扫罗，扫罗又命令他们去告诉大卫，王所要的聘礼只是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作为对仇敌的报复。这是扫罗的阴谋，想借非利士人杀大卫。以上。那大卫连续2次觉得自己不配，不管是米拉或米甲。好，那其实我们也对照扫罗曾经也觉得自己不配哦，好，但是扫罗的后来跟前面成为一个很大的对照，但是大卫呢，好，却是一直能够保持这个初心哦，好，所以起初的心，好，所以这个大卫呢，还是觉得自己好是一个贫穷卑微人，好，那他没有忘记他自己的出身或是他的原来的样子啊，好，但是扫罗出的题目就是要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好，那包皮当然是男生这个重要的身上的一块肉，好，那这一块肉要乖乖的割给人家是不可能的，好，所以一定就是要先杀死这个人才能够取走他的包皮啊。那所以意思就是扫罗直接要大卫去杀死100个非利士人哦。好，那接着再请端荣姐带我们读26到30节。26节，扫罗的左右把扫罗所说的话告诉大卫，大卫很高兴，愿意做王的女婿。在婚期之前，大卫和他的部下杀死了200个非利士人，他带着他们的包皮全数交给扫罗，好做王的女婿。因此扫罗不得不让女儿米甲和大卫成婚。扫罗看出上主的确与大卫同在，他的女儿米甲也爱大卫，就更怕大卫，终身跟他作对。非利士人的军队常来攻打，大卫每次出战都比扫罗其他将官有更辉煌的战果，因此他的声名远播。以上。好，谢谢。那扫罗想说他出了这个难题可以除掉大卫，但是因为上帝就是站在大卫这边，不站在扫罗这边，所以扫罗的难题呢都不是难题。好，那大卫的困难呢，或是大卫的挑战呢，都变成他的祝福或是台阶，让他越爬越高。所以这里也没有说大卫怎么样去取得，但是大卫就带着他的部下，因为他是一个千夫长，所以他就出去就杀了这里说200个非利士人哦。好，那在旧约的74译本是写100个非利士人。好，那在这17章到18章，那有几段的经文呢是在旧约的74译本是没有的，但是在后来的马索拉的抄本里面有，所以这个是有一些版本的不同，但是读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哦。那但是主要是到底是200还是100，其实也都有可能。那或许保罗真的收集到加倍，就是要表达出他的心意，但是有可能真的是按照扫罗的要求，就是杀了100，或是杀了200，取了100个包皮哦。那但是我们从撒母耳记下第3章14节，那时候大卫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是说100啊，所以最后他应该就是交出了100。所以这件事情呢，让扫罗看到了，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是只有更加害怕。所以这里说扫罗就更害怕，所以一章里面连续3次的害怕，现在不是加倍，是3倍的害怕。那所有的扫罗对大卫的害怕呢，通通都是从邪灵，还有就是从嫉妒来的。那扫罗的嫉妒呢，当然就是来自于他自己得罪神，那没有去处理，所以说后来衍生的这个罪就成为他的网罗，那就让他立志行善，由不得他，那行出来都由不得他。所以上帝怎么样与大卫同在，那甚至只要每次的打仗，那大卫他都比扫罗任何的臣仆任何的部下呢更加的出色，更加的精明，也更加的成功。所以现在大卫呢是越来越出名，那扫罗呢他就越来越活在一个害怕恐惧当中。那这个害怕恐惧是更胜于歌利亚。所以我们看见从第8章撒母耳记上的第8章，那一开始上帝要为以色列找一位君王，那从撒母耳交接给扫罗，那撒母耳膏扫罗为王是在第8章到第12章。那13章呢到15章可以看到扫罗统治的期间以及扫罗早期的成功，但是13章15章2次的失败呢，让这个扫罗呢不仅被撒母耳警告，甚至连上帝都对他觉得遗憾、失望、伤心、难过。那从15章呢一直到31章结束呢，可以看见这整个交替的过程，就是由大卫出来，那从撒母耳膏大卫之后，那就一路的上帝就拣选了大卫，而且还让这2个人几乎是常常天天时时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个戏剧的张力是非常的强。那扫罗呢不管怎么样，18章到从18章到18章到20章，扫罗要杀大卫，但是几次的要杀他呢，却只有让大卫更加的出名，让大卫更加的成功那么继续来读到后面的21到28章，这连续的8章呢，就是在描写大卫逃亡当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最后的28章到31章，就是扫罗最后的失败最后的失败。那这当中撒母耳还会在短暂的几次再出现好，今天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这首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是一首朗朗上口的歌传唱3000年以上。但是这首歌呢，听到的人应该是要用来赞美神，虽然前面后面的歌词不见了，但是应该是要来感谢主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脱离歌利亚的手。可是对扫罗来讲呢，一点都没有他没有去感谢神，他没有去赞美神他只有嫉妒大卫，他只有想到自己的王位不保那所以让扫罗变成了活在另外一个悲惨的世界当中。那我们看到扫罗呢，他没有为大卫的成功来欢喜，因为嫉妒呢生出的苦毒，而这苦毒呢是在恐惧当中，而这恐惧呢是一次比一次的恐惧所以今天就看到了3次的恐惧。当扫罗看见那个非利士人的包皮100个交在他面前的时候，那扫罗来讲绝对是比看到歌利亚还害怕。扫罗想要算计大卫去非利士受命，但是他的算计呢却成了造就了大卫更加英勇的形象，也塑造大卫更加老练的这个领导者的一个能力那扫罗和以色列断绝的悲剧，却是从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开始他的女儿去爱上了扫罗，女儿米甲去爱上了大卫那这个扫罗还没有察觉还想要借力使力结果呢这个反弹力呢却到自己的身上。昨天也看到18章的前面是约拿单爱大卫那现在后面看到米甲爱大卫所以扫罗的孩子当中身边亲近的人呢都渐渐的站到大卫那一边但是扫罗却后知后觉当他真正发觉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透过扫罗和大卫一起同工的例子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和提醒我们要彼此祝福，而不是要竞争，也不是要比较，也不是要恼怒，也不是要憎恨。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的成功，或是看到别人比我们更成功的时候，我们应当要献上祝福，应当要献上感谢让我们学习能够把别人看得比自己强，同时也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要使上帝的同在，就是使万人因我们得福。我们到不管在任何的环境，职场、家中或社区，我们要带来身边的人的祝福，而不是要把别人比较，或是把别人踩在脚下也恳求上帝看顾我们的台湾，我们的执政掌权者，还有我们的首长都能够带来台湾的祝福，能够真正的为人民来着想，也能够为百姓来做事也求上帝继续看顾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和每一个家庭，也愿上帝你来赐福同在，让我们知道有上帝当我们赞美神、敬拜神、欢迎神、为神筑祭坛来献祭祷告的时候，神你就要与我们同在也求你驱走我们心中一切的嫉妒，也求你驱走我们心中一切的害怕，也求你驱走我们心中一切的阴霾，让我们能够靠主来得胜，能够单单来赞美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端荣执事，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谢谢牧师，平安。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